認識葫蘆巴鹼，自然中嘅代謝之星。今日會同大家介紹一種天然成分葫蘆巴鹼 Trigonelline， 可能大家未必聽得多，但其實喺咖啡、葫蘆巴等植物中早就存在。佢係一種有潛力嘅代謝與神經保護成分。葫蘆巴鹼咧係由植物產生嘅天然鹼類物質，係煙鹼酸嘅衍生物。咖啡豆中其實含有一定嘅比例，當中對健康有啲潛在好處。我哋一齊睇睇。目前研究顯示，葫蘆巴鹼對身體有唔少潛在益處，包括血糖、膽固醇、神經保護等範疇。尤其係糖尿病與代謝疾病研究中，越嚟越多人關注佢嘅效果。如果你有聽過 NMN 咧，就會發現佢同葫蘆巴鹼喺功能上有啲相似，但係針對方向唔一樣。NMN 主攻抗衰老，而葫蘆巴鹼則偏重代謝同埋神經系統。雖然暫時以動物實驗為主，但係有足夠線索證明葫蘆巴鹼值得進一步研究嘅，例如咖啡保健效應可能部分嚟自佢啦。如果你想自然攝取，可以飲咖啡或者食葫蘆巴食品，而坊間亦都有專門補充劑，但建議選用有信譽嘅品牌，並諮詢專業意見。葫蘆巴鹼雖然唔係咁出名，但係佢嘅保健潛力好值得關注。無論作為日常飲食一部分，或者作為保健方向，佢都係一粒值得關注嘅健康新星。